你
篇133篇哦，看兄弟好好三角徛起，是好顶的好，好顶的安乐。耶稣嘛讲，互人好命的人有福气。所有一切听的付出，所流听的目屎，耶稣嘛有知影。伫主过来的时，咱要徛伫主的面前来遇交差，自讲好要真正的路过，通一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我想伫迄个得胜严重的时，咱的一生就。